虫是地球上最多、最大量的生物族群，佢哋慢奶的都有，长长的身影总是像人条的木膏。台湾的虫的王国地图，生物数量千多，但是人条三无嘛了嘅佢哋上来搞得马个样嘅秘密生法咧，然下就本人条向下出发，前看看到人条顺行嘅虫诶。虫抗人情。咸咸的水田环境度，不时看得到八字虫的身影。八字虫是一种做得在水土生活的昆虫。佢哋老绿地方嘅亲戚，粗皮从穷样，做得离开水面，未做得避。是唔好看八字虫在水土，以像无乜嘅目的就来就去，其实係在潛水。佢哋係生肉嘅水生昆虫。八字虫唔見色。做到乜嘅就是乜嘅，寫唔嘅，寫下工，管嘢咩？喺本期讀到咧，八字蟲就會留獵物很難得，用佢漸漸嘅刺吸式口氣，嗅到獵物嘅身體度，使對方嘅汁。八字蟲在水調度做得自由自在。係因為佢隨身帶的一個氧系統哦。八字蟲雖然老其他昆蟲共用，係用氣孔調氣，不過佢都是生了當多幼幼的毛，做得幫助佢老水隔開，才都是細周圍變作空氣膜，本佢用來調氣。都是密接。還有短短嘅調氣管，做得純出水面調氣。做乜很多八字蟲呢？係因為佢哋嘅生蟲照顧小孩嘅行為當貼片。那個八字蟲會留來上到公嘅八字蟲嘅背囊上，八字蟲爸爸負責保護照顧兩條來。一直到佢哋鋪出來，將為自家過自家嘅生活，係咩當貼片呢？唔過。八字蟲爸爸沒有那唔好嘅時節，遇到天敵攻擊，八字蟲爸爸為了本能向嘅人飛踢，保全自家嘅命，也就本八字蟲爸爸飛踢嘅人咯，無奈何就本水打走，送本其他動物食咧。唔過2多年來，因為水田用了太多農藥，當然看到那條水調度嘅經歷咧。希望有一日，人哋做得用友善嘅環境來耕種，就做得老那條留雜腳嘅朋友向下生活咯。